来看高雄洪沙市中心有一条巷仔，内底有20户，50冬来拢无自来水通用。最近一两户就淹水哦，住伫遮的民众就讲，连续2届的风台，水上关是淹到脚头乌，希望市政府会当来帮因处理，互因袂讲听到雨声就真烦恼。30公分左右的排水沟清甲非常清气，就算安尼，拄着底淹时经落雨，巷仔内底将近20户也是会撞到这淹水。居民讲，当地上近的排水沟就是这条，佮隔壁大楼共用，雨一大就透袂离。最近2届风台，积水上侵到脚头乌。淹水上个起码已经超过30年、40年以上的问题。我希望有关单位拜托一下。拜托一下来关心我们。那边是台糖的土地啊，这都私人的土地，已经叫了好多次没有办法了。我不爱淹水，我不爱淹水。向好出面抗议，受理真正的时代力量高雄市东部嘛，感觉真合。伫市区也有民众几十年来无自来水，也搁要忍受积水的痛苦。周边住宅有变更之后，他们的排水道出现问题，所以才导致淹水的状况。更严重的一件事情是，我没有想到说，在这样的靠近市议会的一个地方，居然没有自来水。该处为3米宽，无尾巷道，因无水沟，导致下雨有积淹水情形。市府表示，过去要接过当地积水的通报，因为这个土地是私有地，而且公所取得所有人同意了后，评估着改善的办法。自来水的部分，时代力量表示，经过了解是公所会经过私人土地无法度接管，已经甲自来水公司协调协调，最近会来办理会勘。记者王刘婷、陈hen坤报道。